关心成人的居家安全，不时会听到有成人呢对楼栋跌下来哦。内政部营建署去年呢修改故意大厦规约范本，整体呢如果係有12歲以下成人呢嘅住戶嘅出門也算用台風，使得到貼窗嘅也到防成人呢跌下去嘅設施。不過舊社區係要用新嘅規約範本，都會經過社區所有客人一定比例嘅同意。喺社區唔同意家長路面嘅路徑拍的喲，故所路有立委提案修法，而本家長為成人的安全所設置的一道設施，像貼窗的一道，唔會受到管委會的限制，希望避免安尼嘅悲劇因發生。3世紀40啲嘅發行更多唔清唔楚，殺動外學太人嘅動作行為，外學阿妹開關窗門，嚇到阿妹趕急搶社區管委會來聽案，用公司作為運行鐵窗。隱形鐵窗的那種格式不要影響到整個社區大樓的那個外觀的美麗，會影響到整個建築物的價值。所以我們就統一來選定，就找一些有認證好的廠商，然後大家認同這個形式，然後我們就來統一做登記的安裝。為操作高度兒童安全，內政部營建署修改公益大廈規約範本，增加公益大廈有12歲以下嘅成人呢，做得按放諸到樓下設施嘅內容。唔過三唔強制社區使用新嘅規約範本，促成有的住戶冇辦法用新嘅規約範本爭取權益。你的內政府的規範，人家又不認同，那不認同，我們到底我們小老百姓做了，按照你的規範做了，然後管委會又說不行。那到底我們該聽誰的？那小孩子掉下去又該怎麼樣？又責任歸屬該誰的？後來我們就發現說，如果沒有在法律裡面就放進去的話，會變成因為現在變新的社區的民眾可能是用新的規約範本，舊的社區，那他就要改這個規約範本的話，就必須要經過可能幾分之幾以上的社區所有權人的一個分區的一個同意，那個歷程其實是很漫長的。那我想可能我不知道等這個歷程的話，可能小朋友又掉下去好幾個了。為到愛有法律的保障，立委黃耀明愛提出修法，修訂公益大廈管理條例第8條，增加屋下有12歲以下嘅住戶，啲唔主動逃生、唔超過外表嘅情形下，做得按放諸到樓下嘅措施，更加唔是受到管委會嘅限制。那我想，如果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法條，將來就賦予家長一個權利。我今天住在這個社區，只要我有12歲以下的孩子，我就可以去安裝。目前其實我們已經完成聯署，所以會盡快就是送進去院會。那院會完成一讀之後，就送到委員會去審查。之後也會拜託內政委員會的召委，是不是盡快也可以把它排為是一個優先的法案。然後希望如果順利的話，可以在這個會期盡速完成3讀通過。那明年起，可能家長就不用那麼焦慮了。其實公益大廈管理條例第8條並無限制裝唔得設鐵窗，也係放諸樓嘅設施，係由社區設計規定設置，除非也愛守按樣嘅規定，故所有嘅社區同意，有嘅反對，兒童安全嘅問題，未因為按樣出現嚟裝唔求其嘅情形。對亞立委提出考慮到兒童安全作為設施，管委會裝唔得限制，做解脫嘅修法意見，按樣成人嘅限制嘅家長，未唔是在鼓手，認真也可冇注意，甚至到成人呢做到樓下嘅危險事情發生。香港新聞分權員齊飛玲台北桃園報道。喺立法